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万城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雷姆啊，咱的来宾我是阿青，嘿，大家好，就是甲顶一集同款的。对啊，咱这集要来讲伊伫 Brittany 驻村的一个经验啊。你敢若先甲阮讲你进前伫 Brittany 是住伫什么所在？因为我毋知是毋是大家拢有看听顶一集，我简单甲我家己小解一下好。我是阿青我1999年就去法国读册过了离法国大落来安尼离大我主要是咧画这红仔册就是 comic books 就是漫画书安尼我漫画书就有关系会落去有的所在去驻村嘛安尼趁一点收费所以讲我有一道就是应该是2020年的时阵去法国西部法国西部一个迄个波达尼迄个布涅塔尼的半岛遐去驻村迄个所在我驻村的所在拄好是较我西部迄个砖头有瓦海啦嘛是细砖头不过真趣味就是伫遐我甲决定讲我应该是毋是要画一本含即个语言，尤其是受压迫的语言，不管是台湾还是讲法国这边即个语言即个红仔册。是安那波塔尼互你安尼的灵感呢？其实咧含我，因为阮若去遐驻村就是人互你生活所费嘛，就是有一个交换的条件，就是可能去就是介绍家己的作品啊，讲座啦，还是讲开workshop。我即道就是去伊迄个就是因有一个种双语班伊个双语班毋是台湾讲的双语华语佮交迄个英语人双语班是本土语言，就是布列塔尼的语言含即个法语。落去迄个学生因咧应该拢小学差不多，应该是敢毋是2-3年我袂记几年过因就变做因就讲老师就请因一个每一人准备一个因感觉要介绍互我即个因的本土语言的什么一个字就真趣味，就是有诶当然囡仔嘛拢讲诶就是迄种食米啦糖啦还是啥物有诶一个有一个讲苹果苹果老师伊就讲苹果，老师讲老师就讲你这受着法语的影响来大家对我读一遍我对因读迄个字就变成我第一个学着的布列塔尼的字安尼真趣味所以因为不过其实看安尼因的安尼囡仔安尼讲会感觉感触真深啦，因为就看着讲我头看着咱台湾这本土语言当然拼着一礼拜1点钟不过感觉讲哎哟人会使咧双语班安尼，因为尾仔就看着囡仔我要走前佫有拄着我来对老师咧讲迄个在地语言嘛感觉讲真新鲜啦，所以讲会感觉讲互我有一个迄个感想，感觉阮嘛离台湾嘛是安尼偌好诶因即个双语班伫迄个省敢是数上诶一个班，还是讲是特别的学校才有诶？伊其实可能要看因咧在地学校有怎样讲看有咧有安尼有要成立即种双语班我是毋知伊诶比例离迄个规个波达尼即区伊安规区有双语班诶比例有偌济不过因为对1970年开始安尼听讲拄4-5个囡仔幼稚园安尼开始杀到即马当然嘛是真辛苦啦，就是即马上少有双语班，就是公立的和私立的拢有双语班嘛
啊，当然伊比例就搁较看嘿，因为可能有诶所在我定定嘛是看着新闻讲因要成立双语班，结果毋知是无够迄个补助还是安怎，家长就搁爱去抗议啦，嘛是有即种情形。啊，像讲因即摆上好就是比别个，我感觉比咱台湾较好是因就虽然拼甲足辛苦，毋过至少有几个城市就有迄种全母语校安尼嘿，啊一个高中因过了大学内底你嘛会使过去学安尼，所以讲就是对应该幼稚园也有吼，就是讲上少幼稚园、小学直到高中吼，大学你若拢要用迄个普通的语言来学不会传的，安尼是有可能嘿。安尼是真感觉吼，比顶一集讲着performance 敢佫较有资源，佫较规模佫较大吼。对啊，其实拄仔我顶斗我无讲着，就是可能一方面我了解，我是先了解即个普通即个部分，资料看较侪啦，所以讲嘛有可能是我了解无够吼。普隆斯迄边其实就讲南部迄个伊有诶大学，其实内底嘛是会使，就有咧听讲有咧研究咧教即个本土语言嘛。像讲我拄仔讲迄个地方迄个教迄个老师，伊本身就有摕着甲像安尼学位嘿，所以讲伊嘛是有迄个资源，过迄个毋知比例啊啥，这着搁爱去较详细去查迄个看迄个资料嘿。但是我听着你讲学校若是无教诶，家长会去抗议，感觉应该去正重视呢。系啊，毋过台湾应该无人会安尼做吧？台湾是会抗议讲，甲我教遐济就注意好啊，都要教你妈是。这 ABCD 我也看无啊。系啊，对，毋过这济是要用啊。对啦，毋过我感觉有关系嘛，有可能是因为媒体报是会去抗议诶。毋过我老实讲，其实就是因为迄个普通的，当然我即马较交叉会看着讲，因为我会较去注意即方面的即个新闻。毋过其实我感觉台湾介成啊，就是嘛是介侪人其实嘛是会感觉讲，像我一开始咧杀这运动嘛是，就有人讲即个语言已经无啥物路用啊，是安怎要甲支持家己的本土的人在地的人嘛是安尼所以讲有就是即种就是有意识的人较会去关心即个新闻啥，毋过确实有诶家长就会抗议讲，就讲就是上少是真情啦，莫讲先讲抗议，就是讲就是讲是安怎阮遮较无即个，阮即个本双语班无办法开啦，安怎嘿？所以讲可能因为安尼家长较想讲去想讲要做啥物动作所以媒体较看会着啦，所以毋过我毋知因是毋是多数嘿。因为我伫 Wikipedia 内底有看到讲因即区正拼咧要推销即个母语，甚至有一区讲想要组织要推动，互一个规个大区来独立。你敢知影即件代志？你敢有啥物？有啊，这是这个伊这有这个讲法啦我有像讲。像讲因遮在地有一个政党，伊要怎看？就是算来用英语来读是 UDP， 就是讲即个布列塔尼的即个民主联合党好伊即个党是较算左派，毋过因的观点听起来是因是较支持讲自治啦，自治区就像讲进前迄个西班牙迄个加达罗尼亚当然因尾后去投票想要独立，毋过因嘛是自治区，因为譬如讲，阮拄仔讲着讲你若要讲开双语班，还是讲你要杀全母语的学校，还是甚至讲可能佫较侪资源，你是毋是着嘛是要有钱嘛？对毋对？要请人，你要对问题是其实普通的伫法国来讲是人讲就是算因为因在地介侪种人讲饲猪听讲猪佫比人较侪饲牛啦因咧牛奶啦八大介有名嘛佫就是讲农产品啥物因咧迄个人讲观光佚佗佫介侪人可以买厝买度假啥，所以讲其实伊在地应该照理讲是有介侪资源问题是因为这是法国是较中央即个讲伊地方无放下侪款，所以讲这当然钱收去过甲中央分配啥，所以讲
2022年诶时阵，因迄在地迄个普丹诶这议会吼，听讲因有一个算是一个可能共同诶共识，就是讲希望讲因会使争取因上少预算，还是讲法律即个方面吼，因这在地有较侪权利啦，安尼。当然你讲着独立诶。听讲嘛是有人咧送，毋过佫有人佫威胁讲，若无法独立，我会安怎安尼。毋过我就毋知因是算敢是多数安尼。对，这就是看这拍摄我较毋知。对啊，我当初咧听着即个名的时阵，感觉即个名含迄英文的 Britain 就相像诶，就系啊。我去查发觉讲因的祖先内底有为英国南部一个叫空沃的。看 Wales 的所在来的人，你感觉这个所在的人因的风俗还是讲文化，跟其他的法国的区有啥物无共无？我感觉因看起来，伊讲外表啥是看起来是无啥物含包括其他区的，我是感觉无啥物差别。毋过语言方面。就差介侪啊，就是传统的这个语言，所以因为讲个嘛真趣味啦，就是讲你看因的直接，毋知是毋是因，我之前敢听过讲，因为可能像你讲的，其实因可能嘛是外地来几个人，所以因遐语言呢，含这法国其他所在差介侪。因为比如讲我学法语，我若讲有这法语的基础，我若去意大利，其实因为意大利文，我感觉讲其实含法文的介像安尼。毋过，你若讲迄个普丹的即个比如讲语言真正就是哪像迄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吼。因为我学淡薄仔这另外一个无应该是无共系统的一个语言。若风俗因在地因本身就像你拄仔讲的，可能就是嘛是算因这算所谓的迄种。Celtic 吼，这种塞尔特的这个泛塞尔特的这个文化口仔啦吼，所以讲所以讲因本身像讲因迄个普丹的，因就拢会办一个就是 Pan Celtic 吼，就是讲大，就是讲泛塞尔特的这个文化的节安尼，所以呢，请讲其他较英国迄边的这一个来参加安尼吼，所以讲伊嘛有在地嘛有即种Celtic的这譬如讲传统的，像讲石头迄种大块石头种即种会使看这样的遗迹嘛，所以讲这嘛是有安尼。毋过尾仔天主教来了，这天主教就变做因较主要的信仰，所以讲这就是算因的一个安尼风俗安尼。足趣味的呢，因为吼。因知英国遮有一个国家，英国内底有一个国家叫做 Wales 嘛，因嘛是真出名咧，争取因家己的母语的权利。感觉亲像看普丹尼即个所在嘛是有小可，感觉有小可相像，因为因嘛是有家己的学校，拢是完全 Welsh 咧讲用 Welsh 咧教的，嘛有一寡是 hybrid， 就是。用英文咧教，但是平常的对话，跟老师咧沟通是咧用，拢是用 Welsh 咧讲话。嘿，真趣味啊，对。毋过我感觉这应该嘛是爱看地区啊。就是因为阮翁伊细汉是，伊大汉的所在算是伫北边的 Wales。伊讲因学校嘛拢会教 Welsh。毋过就无，应该就无受 Cardiff 因迄较中心的所在，即啥物啊？无，你知影为什么？因为恁翁伤老啊，因是为2000年开始有规定讲16岁以下的学生一定爱伫学校学 Welsh。对啊，因为迄当阵嘛2000年的时阵拢高中啊，好无？对啊，毋过因迄当阵国小的时阵，就一定爱学，这是因的课程之一的。我毋知我的意思是讲，可能到因尾啊，爱伫学校拢爱讲 Welsh 吧，因为迄当阵是只是有课程尔，毋过因为我感觉这拢是一个过程啦，因为我会记得差不多20世纪到要结束进前，Welsh 的
使用人次是介像是上低的时阵，对啊，因一直有伫推测一寡法律，含一寡政策来去推测 Welsh， 我才会当分享一下。因就是因为有几个政策，就是讲，比如讲因甲 Welsh 的地位提升，甲含英国共相共，就是讲伫法律的地位，这两个语言是相共，等于含台湾嘿。看台湾有小相像，就是讲大家拢是国家语言，但过来是因有规定讲，比如讲咱平常时咧政府机关因的服务，拢会有互你一个option，就是你会当拣你爱用 Welsh 的，还是要用英文的文件，因就是有另外创造一个新的系统，去互这个机关单位会当提供Welsh 的服务安尼，因嘛有创立应该叫Welsh法庭，就是你若是要拍官司会当用Welsh，因嘛有对，因为因嘛是有小可无讲，因为Welsh因是伫英国下底一个家己的国家，含苏格兰相共，就是国家下底的国家，所以地位上我感觉嘛是有小可无共。因阁有一个就是理事会，就是 Welsh 语言合作理事会，因就是会专门来互政府建议，阁含政府做伙来做一寡策略的物件安尼。比如讲因的地方政府伫 Wales 内底，因的地方政府含议会因拢会加减会使用 Welsh 来发因的公文，就是因一定会出英语含 Welsh 的两个版本。对，含迄个普坦尼含 Provence 同款，就是因的路牌拢会是两个语言做伙写的。扛棒嘛是拢会有两个语言做伙写。教育的部分就是像我拄则讲的，因2000年开始有规定讲16岁以下的学生伫学校一定爱Welsh， 但是这我觉得就趣味的历史哦，就是其实因19世纪的时阵拢是伫学校全部拢讲英文，因教材嘛拢英文，而且迄个时阵你若是伫学校讲 Welsh 会互挂高牌啊，甲台湾同款，对，你爱挂一个高牌写 Welsh not。袂当讲，袂讲台语，对，我嘛是安尼啊，我讲嘛是安尼。我讲嘛有挂高牌，因是在地化啦，因是挂一个迄个，听讲看所在，像讲破蛋的，因为以前的庄脚所在嘛，拢无穿即马即种布鞋啊，就穿迄个用茶刻的，迄个茶鞋啊，就甲你挂一个茶鞋啊，安尼，就是讲过我你来看，就是这个是就像公开安尼，甲你，就互你感觉讲你讲母语，你就是这个是足见效的代志。听讲伫迄个西南部迄个巴斯克嘛是，伊就讲嘛是挂一个牌啊，所以讲大家假使拢想到相共的步数安尼。系啊，那叫趣味啊！我大概甲迄个破蛋的朋友讲，你知影我嘛有挂高牌啊？我用。安尼无怪你的册底遐会红。真的呢。无啦，毋是红啦，就是讲迄个在地人，我有甲讲讲到讲语言的部分，因为因嘛有拄过相共的即个问题嘛，所以讲因其实看会知啊，会使理解啦，真正诶。这一定要经过的人才会了解啊。对啊，所以讲老实讲因为因在地语言的，毋管倒一区拢拄过，所以讲因像讲因本身若讲拄着讲中央，若讲因要争取啥物物件，因足团结的，大家看哦，因就大家每一个地区的即个旗啊，安尼起出来，或者破蛋啊，是讲普罗旺斯啊，南部啊，是讲迄个毋知是毋是佫有迄个国势咧，可是遮就是规个大家拢会联合起来，因足团结的安尼去争取即个。因为拢足弱势啊嘛，当然要团结啊。你是讲遮的所有的无共的语言，拢会因团结起来，因是做啥物？因是要推测法案，还是讲要争取资金，还是安那？
就是这方面啊，因为当然，因为就是大家缴税是安怎，这个税金当然就爱来。阮要即马要，比如讲，人要想要办学校，要开什么双语班啊，什么这有诶无，这拢需要拢爱钱嘛。你无钱要付什么？要付老师诶这个薪水。所以讲，像讲因2021年诶时阵啦，就是因为本来有一个足好诶法案吼，伫迄个因诶算伊立法院啦，就是国会通过啊，要就是对这本土语言诶这个算应该是教育系统啊啥，就是有介侪，就是有种。就是种政策的一个算是支持嘛，啊，结果迄个法案就是迄个破蛋的布列塔尼的一个议员吼，伊叫做波尔莫拉克，伊就是咧推出这个法案过，大人讲我真好，伊安尼真好啊，结果我拄仔说要甲你讲着，因咧宪法内底就讲法语就是法国语言拄仔法语，因所以因咧中央政府的另外部门就出来讲，这内底什么？个一个条文吼，这违宪违反咱的宪法要动，所以讲之前就世界大家就举就举出来咧抗议你嘛知影法国这是传统所以就变做就当然这就是本土语言的这个咧推动的团体了来举起出来，看起来当然大家安尼我感觉是因为大家看落会感觉真感动。因抗议了后，敢有法度改变啥货？即顶2021年春天迄届抗议改成是有这我记改成尾仔有解决安尼所以讲这个比做你拢爱就是有了爱出来来徛出来安尼讲阮无同意啦，若无对吧？真可惜。所以表示讲，因遮无共语言、无共母语的遮的民间团体，因中间拢会做伙平常时拢会交流吼。我感觉因呢，因为我感觉因拄着的是相共问题，就是中央就是伊爱甲中央摕这资源嘛，也是所以讲我感觉因的交流就是会安尼。需要大家做伙来中央抗议争取资源，也是讲有啥物政策感觉讲无适当因就会做伙徛出来。我感觉安尼是真好。就是算是说服语言的阵线安尼啦。对，我感觉因可能第一步爱先修因的宪法呢。我毋知法国的宪法要修是毋是像台湾的你宪法因为算国家的基本的。大重要法律嘛，对，可能会较对吧？会较麻烦所以这个看中央政府伊毋过我讲实话说，就毋知啥物时阵因就较等到这个有这个时机是有这个意愿所以。另外我就好奇就是讲其他所在就是无即款母语的所在，我毋知倒位，比如讲就是。行来晓讲法语的人，因对遮的母语政策也是遮的母语团体，敢有啥物负面的看法？还是就感觉较面无地带？我有看过一个相片迄个有个人就是讲，我多数讲伊这我国这有本土语的所在，其实会使有双语牌嘛。伊个双语牌其实我嘛有看过人相片，就是迄有迄母语一个部分用，就互人安尼用学擦安尼甲画掉。问题是这你嘛毋知影讲，这是因为在地有个人可能嘛无一定支持讲这种本土语言的这个推动这个活动，所以你嘛毋知讲这是拄讲法语的，还是讲在地人，所以我毋知。毋过我是有听过，我伫驻村伫迄个破蛋里驻村的时阵，布列塔尼有看过讲，伊有个人有迄个双语班的家长，其实。因本身是对破蛋的以外的所在搬来，毋过因可能本身是认同讲这种感觉讲支持本土语言这个诉求啦，所以讲伊会互伊的囡仔去上这个双语班。毋过因为可能伊家己无时间去上，还是讲可能感觉家己袂学晓，结果这个语言就变做讲伊家己的囡仔，譬如讲有时伊厝内底可能2个囡仔去学。就变做讲因两个囡仔因就家己咧讲即个在地布列塔尼的语言，结果伊个爸爸妈妈听无，对吧？有即种有即种代志，毋过所以讲有诶，像讲有别个所在即个本土语言的学校，伊就推测讲，因为伊看到讲有诶囡仔就算去读
全母语校，结果尾仔可能感觉转去啊，厝内底其实父母袂晓讲，感觉无咧环境，所以伊会去开迄个迄种暗时的即个本土语言的即个互家长去进迄个读的即个班。有诶，这是另外一个语言，迄鹿儿岛南部主要语言，因有开安尼即个互家长的即个进修班，我感觉安尼嘛是袂歹。对啊。因为我有看到咱花莲遐有开迄阿密斯捧菜迄叫啥幼稚园，也是共识，嘿，敢若叫做伊诶名的意思是金龟啊，金龟学校安尼。我感觉真趣味，我嘛感觉讲，若是我有法度，我嘛想要送阮囝去遐读册。但是共款问题就是伊转来我不晓讲阿密斯。对，我感觉家长会晓讲，其实差介多。对，因为你厝内也是爱有迄个环境。真的最重要。对啊，因为我有听过有个人讲，囡仔拢送去迄个全母语校，结果毕业了就拢无爱讲，也是讲就感觉讲都因为其他的朋友外口的其实大部分拢讲法语嘛，讲厝内底爸爸妈妈恁家己也无咧讲，我是老袂，伊可能感觉讲这个是学校学到的这个物件，毕业了语言嘛毕业了，嘿啊，真可惜。对，我感觉有当时啊，这语言就是看你安怎学的，迄环境就重要诶。你若是伫学校学尔，伫外口空人咧交叉的时阵无咧用，安尼你对这个语言的记忆，就是伊就是学校的语言尔，伊出来学校你都袂用。但是你即摆若是讲你伫空人交叉的时阵会用，安尼慢慢你嘛是伫你的生活当中会用。比如讲即摆我看咱做伙去迄个空中台语教室的朋友出去佚佗的时阵，拢有习惯讲台语。我看到你都是，我就是感觉讲我就是要讲台语。讲华语感觉怪。呢，就是爱甲厝的人讲台语啊，若向甲伊讲华语，感觉到底咱这是啥啊？对我来讲是可能，忽然间看厝的人讲英语，可能是迄个感觉，就是，就是怪。差不多个换这个频道安尼。对。另外一个我就好奇，比如讲，因为伫 Welsh 因有开因的电视，就是有一个电视台，就是专门咧讲 Welsh，嘛有开，比如讲电台啦，靠，因为嘛有报纸，就是专门拢用 Welsh 写的比如讲 Botany 跟 Provence 因敢有这个部分。我大概较了解是迄个 Botany，就是伊。讲因之前听讲有人想要开电视台啦，毋过甲先无成功了，变做因遐有一个地方台可能每一个可能什么时阵就会拢用迄个在地语言去讲安尼即摆有网络嘛，所以讲其实网络就变做一个新的会使成本无遐悬就较侪像我有 YouTube 少年 YouTube 啦，也是讲网络电视啦其实伊嘛有所以讲安尼，我感觉安尼嘛是好，因为较侪款有人可能有诶像讲戏剧啦，还是讲连续剧啦安尼，佫有你讲较趣味诶即种有即个即种像影片，我感觉网络互伊较侪即种较多元诶即种资源，安尼嘛是真好。对，我嘛感觉即摆有因为网络互学台语即件代志变较简单。对啊，咱你看咱的国外，你若讲要摕遐侪书店，真正要靠即摆就是网络安尼就会使查安尼。我感觉这有差对。另外一个我是想到是，比如讲戏剧嘛，其实戏剧的影响是足大的。我之前看迄哈卡客家电视台因的，看因的剧，我嘛是看到感觉我客话嘛是小可会听。即摆拢咧销迄韩国出的嘛，其实全球拢咧销韩国出的大家看开始会晓讲几句真的，够好们台湾后生等
拢会听，有当时会听韩国歌，伊拢小快样唱啊。阮翁嘛要讲米加熟，什么意思？就是讲笑啊。有是，真是因为我就是带囡仔转来，想要互因学台语甲中文嘛，因就开始会晓唱，因伫学校唱什么500的歌，伊就开始晓唱几首的啊。我真足紧的袂歹啊。我是感觉囡仔学啥物拢足紧的，所以啊，即个时阵互伊即个种较多元的物件。啊，因为我转来嘛，啊，甲厝内底人拢做伙啊，啊，伊若讲啥我听无，我讲你讲啥货？啊，伊真是嘛甲即句，伊真是嘛甲即句讲，一个笑笑讲妈妈讲啥货？有够烦的啊，学够紧的啊。对，真正有该感觉时阵，咱想要安尼，安尼吸一个安尼，想要吸嘴安尼吸一个吸起来。对，讲媒体真重要，嘿啊，拄则讲着网络，因为Welsh 因有办一个报纸嘛，但是你嘛知影报纸就是即马拢无人看纸，无人去看纸的报纸啊，所以因迄报纸就是2017年就倒啊，但是因就是开始推迄线顶的迄叫做电子版的报纸。因为安尼成本较低，所以嘛有足济迄就是地方性的迄款报纸啊，就是几个啊无共的社团因拢会出家己的报纸，可能较想要咱有迄出台文网报纸，还是迄款感觉，系啊。对，安尼较成本较低啦，有法迄个破蛋的即个方面，因为我嘛看因就是有安尼即个。是个少年的咧，安尼结合起来，安尼来，我毋知是用，应该可能有双语哦，就是有诶做在地报道啦，啥听讲是嘛是袂歹啊，嘿。好，安尼，你伫破单的部分，敢有啥物想要补充诶？补充诶，我其实会使介绍。之前我讲到我驻村迄个所在，伊诚趣味诶一点哦，就是像拄仔有讲到讲迄个所在叫做拄仔嫩诶嘛，拄仔嫩诶，伊当然毋是讲破蛋诶，伊较侪种佫较水诶即个砖头啊，啥，毋过伊即个城市诚趣味，就是当然人讲啊砖头啊，你是毋是就是拢少年走了了啦，就拢剩老人啥物？当然伊应该嘛想拄即个问题，毋过我感觉因无想要讲。就是安尼吼，就安尼，因为听讲迄在地，因为听讲有差不多，迄砖头足细，差不多有100外个即个民间的团体吼，因就是逐个杀什款的议题。我听着嘛是惊一跳。因这城市介趣味就是讲，因为因含别人无相共是，因进前就是当然因迄是海边啊嘛，所以就有人咧掠鱼啊啥。毋过因就有咧一个工厂咧做鱼啊罐头啥物。因为介侪工人结果就有即个可能结果尾就较有即个较算左派还是社会主义即个思想啦。结果听讲就变做1920就变做法国第一个讲迄个法国共产党执政的即个政府啊，所以讲因就讲遐诚趣味就是因为介侪拢是查某囡仔去做工嘛，佮有迄个歌咧唱，结果听讲因就是因若是因嘛要抗议吼，还是啥？因就是红色的吼，就是讲就是治安无啊，就是共产党。毋过礼拜也是要弥撒吼，要嘛是去教堂安尼，对吧？系啊，就是我嘛是要顾做传统的天主教的信仰，毋过我嘛是要争取权利，我嘛是嘛是共产，嘛是咧共产主义即方面。因诶是含咱东汉人即马讲这。迄是无相共，迄是较有迄个社会主义意识啊。对，迄个时代诶共产党含即个时代共产党无啥共吼。对。感觉迄个时代共产党敢是一个就新的概念啊，足侪知识分子拢是对即个概念较有兴趣啊。我记得台湾嘛有几个文艺人士啦，嘛是拢是有加入共产党，比如讲迄叫啥吕泉啊，
歹啊，我袂记迄名。什么其实较最后像讲迄个什么，较像是毋是？我会记台湾有迄个伊个分裂，就是变做拢左派啊右派，啊是讲，迄个差不多日本时代迄时阵才过了，过尾啊，就算到共产党当然发展啊，过就算国民党来以后，改成嘛是。有个人就偷偷啊加入迄种，也是较上少就是讲我倒平安尼，还是共产想象，因为我感觉伊一开始的基本是像应该就是若讲会受到这工人的支持，不管是法国还是讲其他国家，因为伊一开始有想讲要甲迄个无想讲改善的这个压迫，想要甲改变，啊，毋过无想到到即马开始变成压迫别人的这个新改善。嘿，对啊，嘿，对啊，啊，就是无共的时代，无共的迄个脉络。对啊，对啊，所以讲，毋过个就是真趣味啊！我所以啊，即马我们的即个城市是即马变做有种较保守派的执政啊，所以嘿，听讲诶，进前诶较左派即有诶咧介绍牌啊，毋知就讲去修理啊，毋知修理偌久拢无看到安尼。对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讲，即个庄啊，本来是法国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城市，但是即马是因拢投予右派的。毋是讲投予迄个讲较保守派，是讲右派，就是讲有关系啊，就是因为你投票，我是毋知因即个拍算就是真敢是迄个右派伊个趁较济啊，是啥？听啊都。其实因为我伫内底伫遐捌诶，当然较侪去较左派啊，所以讲，就是像法国较侪种所在，就是讲，感觉可能一般诶民众有关系啊，嘛讲，就是毋知咧，这我嘛毋知要怎解说这个情形，系啊，因为在地民众诶团体较侪会感觉讲因诶。应该是，比如讲，伊会较支持移民，啊，有人会，比如讲，迄甲伊厝内底讲有假迄房间啊啥，伊就互迄移民哦，因仔来住安尼，啊，这有诶移民搁咧申请伊诶身份嘛，所以讲，这就是我感觉要做到安尼是真正是，介少人会使做到安尼，一般拢是由政府去处理就好安尼，因是民间团体，伊会同情这弱势嘛，啊，来帮因，互安尼，可能来互因会使离法国诶社会徛起啊，所以讲，我感觉因像讲因即个城市进前就像讲迄个我去驻村诶即个民间诶团体，因搁有因嘛，逐日有办公室啊，啊，因就讲有一个房间来，伊会来迄个。比如讲，若讲真正常说无迄个法文是讲西语，就是叙利亚，说无还是讲迄个阿富汗吼，因咧有即个即个内底即个问题，啊，因就迄个媒体人媒体记者啥，因就会来请因来，后来才互因暂时住一个安尼，啊，佮斗帮助因摕着讲法国会使伫遮居留啦，安尼。即个即个过程啊，所以感觉伊是毋是讲我遮水我逐日安尼好势啊，逐日过甲好安尼就好因我感觉毋是，就是在地民间团体，我感觉因是算诚有即个，因毋是拄啊看到有看到在地问题，啊，毋过因对世界也是讲欧洲这方面诶问题，伊嘛有咧关心，诚有诶团体是讲真正诚有诶理念诚好。好，安尼咱即集嘛差不多啊，即两届真感谢阿晶来甲阮分享法国诶一寡母语保存诶一寡议题，安尼真正是学着足侪物件诶，真感谢。喂，感谢。好，安尼咱就到遮，嘿。好啊，我来讲一句，即个普达的一个，无啦，伊这普通时其实我无啥了解伊这意思，可能就是因为写配小朋友大家伊拢讲阿加隆，阿加隆，啊，我毋知这是阿加隆，啊，毋过伊若拍招呼法文是讲 bonjour， 啊，毋过因诶就讲较简单是讲 de mat 安尼 ，de max，
德马，德马，德马，就是迄个拍招呼一个。哦。不过当然因个有诶较复杂诶即个讲法，不过迄个就个迄个个。哎，你有讲咩讲再会？再会，喂，我袂记，我拄仔会记咧多谢，土家迄。土家迄。土家迄。啊，毋过听讲伊这个是较简单诶一个方式啦，这个是。哦。好，土家迄。真正大家土家迄。真正听起来敢法语就差足济。系啊。对啊，因我所拄有讲就讲破蛋的有两种语言嘛，一个较细，一个较先法语。啊，我去查因讲多少就含法语嘛是拢法语是 mix 啊，伊嘛是介绍，我去介绍嘛是 mix 啊，安尼。啊，毋过各有另外一个，所以讲，这个是。这可能较活诶，这个语言，像厝边隔壁讲诶话较像，有关系是。好，安尼感谢咱诶来宾阿晶，感谢大家听众朋友，咱诶李明，安尼，我袂记迄句要安讲诶。倒一句？在还是多谢？是多谢嘿。多谢嘿。再开，都开。我袂记哩，伊有一句再会对，迄句一定爱去，就算去遐佚佗，法国人嘛一定学这句。见那无，大家李明，见那无，我好感觉我想起自己，我现在有诶复杂的语好，赞，安尼会使啊。有够，足够诶！感谢。